星期三有識知識 Ronnie A.K.A 阿里生日快樂。4月2號發生嘅事係，為咗慶祝印象派成立150週年，由呢個香港知專設計學院主辦 Escurial Gideon Experience 係咪啊？係 Experience 同埋法國奧賽博物館聯合製作嘅 VR 沉浸式探索體驗巴黎1874印象派之夜，一場虛擬實景藝術之旅就誕生咗。呢次體驗融合咗一啲未發表嘅研究啦、3D 助現技術啦、虛擬實景裝置啦，等大家可以身臨其境咁樣感受首次完整重現嘅第一個印象派展覽開幕之夜。有大家都可以透過呢個全新嘅方式去認識嗰啲開創印象派歷史嘅藝術家，例如莫奈啦、雷諾亞啦、德加、莫里索、塞尚同埋畢沙羅等，就可以探索呢個印象派運動嘅起源就影響。唔知有冇睇畫展嘅興趣呢？今日睇咗係你生日嘅份上，就同你講一個比喺笑話合集入面講出嚟嘅冷機啦。邊個動物可以同愚公做朋友？俾5秒時間你思考。5、4、3、2、1，0。答案係炮，因為炮台山。好笑。今年想對阿你講嘅嘢係，今年都辛苦阿你，因為比今年都係喺初見度買故事，之後又係阿你整理數據，或者係幫手啲問啲買咗嘅人的資料之類，仲有就係今年又見到阿你搞咗協辦啊，係咪？定係叫主辦啊？協辦咗呢個香港 VTuber 相關嘅活動。係啦，因為記得上年就有呢個初見 pop up store，之後又有好多 VTuber 牌，有啲可以俾人影相之類。之後今年呢個 HKDD VFest 又係有初見份幫手，之後又有阿里幫手咁樣樣。然後呢，突然間咁樣諗下，就發現好似好多香港 VTuber 大型啲嘅活動都有阿里份，因為計埋之前812咁樣，係咯，你都覺得好犀利，就係即係本身由中意呢樣嘢，中意一樣嘢，去到親身參與，又做咗咁多嘢咁樣，係咯。不過比之阿里好似都。每次搞呢啲之類就有好多嘢忙，希望你下次如果再搞嘅話唔好咁忙啦，或者係回多啲本，唔好貼咁多錢搞啦。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片會笑之外，每日都開開心心啦，拜拜。